这支爱刹车哦。哦，你看无？这袂当调整哦。诶，这个内底面的控造静呀，哦，你看，叮当啊。对啦，是讲太。哦。啊，这是用啥会经的？啥会经？这拢算有阻挡啊，这拢算有叮当的啊，所以若要严格讲起来，这拢爱换掉啊。哦哟，迄啥？迄叫做啥？三角带。三角带。三角带。啊，和尚头已经换过了呢。啊，和尚头无问题。和尚头换过，你有点都有要换。对。哦，遮侪问题咧。啊，所以这嘛是拢爱换开，无这有危险性啊。啊，这件定位敢有关系？有啊，这拢走精的，无你看无可能安尼啊。啊，三角的偌一支？这一支较真，我都爱问看吼。哎，遮侪问题这个。无啦，车到进来，你有咧使用哦，车卡拢爱整理啊。迄是转动的时阵较搞磨损还是安那？方向机转弯的时阵较搞磨损。啊，遮侪。